报道。来看台南市区最近出现未少防空避难的大蛇，是上大避难将场所伫底拢无人知影。台南市警察局是表示讲，这是派出所去带，目的是要来引导民众去附近的避难设施所以这毋是乱带。今日台南星光大厦附近的老区，一间无开的店家门口，搭着防空避难的大纸，佮搭配着字头来指示。不过，临期的商家是讲，唔知是谁带，前面讲要照着指示来行，嘛无清楚避难地点伫倒位。啊，敢知影这谁来带？唔知。啊，敢知影要往对行？嘛唔知，但是箭头往迄边行，啊行去倒？唔知。万一这打了，无人知影这是要创哪啊？就往哪边？就不知道去哪。好，然后他贴的位置呢？就蛮不显眼的，这样，可能放在学校的某个公告地方吧，会比较显眼。像这种经过就不会看到啊。最近台南未少所在搭着防空避难场所的大纸，引发讨论。但是民代是建议，其应该宣导予市民知影，家己厝的地下室就是上好避难的地点，也有里长、公务人员伫咧避难时阵肩负的任务。这些防空避难，它可能是警察局贴的，可是比如说民政局或者是教育局，他没有把这些防空避难所需要的知识传导给人民。一些为什么要贴这个东西，或者是说，那我们之后避难的时候，在什么样状况要跑到这些避难所，其实很多民众都还不知道。台南市警察局是表示，配合来进步警政署进行大纸的汰换作业，全国统一，各交由各派出所来打。目前已全面完成标示牌的汰换作业。张贴的位置呢，于门牌处或出入口等明显处。若民众对于标示牌的张贴有问题，可就近向警察单位来询问。市府嘛指出，目前台南市有6948个避难场所，总共会当容纳大约302万人。万一有空袭警报的时阵，里长就必须要引导民众到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。以后内面嘛有相关的避难设施，并且嘛规划应对，就亲像空袭的教学手册。互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如何来应对。记者郑混淡报道。